李榮豪喺5月20號晚重啟咗佢 YouTube 頻道，佢亦都拍咗一條預告片，基本上就係交代翻嚟緊想拍咩內容，叫網民留意見啦，亦都交代咗鼎爺嘅近況。佢亦都預告咗鼎爺將會喺呢個 YouTube 頻道度現身，不過咧佢要等鼎爺發落，因為鼎爺未夠靚仔，佢就希望自己好狀態啲，到時會通知大家。咁形式未定。不過我想講嘅就係佢今次好受歡迎，佢短短6個鐘頭已經有7萬 view， 錄得1.7萬個 like， 成績相當唔錯。其實李榮豪喺呢個零禮拜咧，已經分別做咗呢個 TVB 嘅訪問。咁另外5月20號，亦都同日嘅上晝就出咗如一就出咗佢之前做嘅訪問，佢都交代翻自己嘅好多事情啦，係一個長訪問嚟嘅。咁中間嘅證據就係講咗同阿李榮漢嘅關係啦。咁我簡單自讀一兩句啦。佢咁樣搞我屋企，我好嬲。其實我已經詳細拍咗另一條片，條 link 我會放喺下邊，大家有時間可以去重溫一下。咁我想講就係佢今次呢個連環做嘅訪問咧，我覺得部署得相當之好，即係好舒服啊，令人嘅感覺。其實最重要，大家都好關心鼎爺嘅狀況啦，首要，亦都好擔心佢嘅狀況啦。咁佢利用咗跨媒體啦，分別係大台 TVB、如一啦，如一主力係 Facebook 同 Patreon 啦，同埋 YouTube。另外，佢 Instagram 亦都作出咗呢個 YouTube 嘅預告，不過就遲咗幾個鐘先擺上 Instagram， 亦都網民反應都好熱烈。咁我都好期待佢嚟緊有冇更新啦。我都訂咗佢嘅頻道，如果你未訂閱嘅朋友咧，其實都可以去訂閱嘅。條 link 我擺咗喺留言區，你哋都可以睇翻嗰條片，大致預告咗啲咩內容。咁做細佬嘅李榮豪咧，就出嚟交代晒鼎爺嘅近況啦，接連做訪問啦，我覺得之前講咗好好啦。咁但係佢嘅歌點樣咧？李榮漢當然繼續潛水啦，因為大家都一念負評啊，都唔係一個全面負評。咁最新嘅咧，其實係幾日前就東窗出咗個報導，就話咧鄰居投訴佢擾民啊。成日聽到好嘈雜嘅聲音，可以講係兩兄弟真係天同地。即係如果睇各界嘅反應咧，一個就好多支持啦，都話短短6個鐘1.7萬個 like， 一個咧就好似地底嚟咁樣。你淨係睇啲群聲都係咁踩，就知咩事。咁啊睇翻呢單新聞啦，咁行尾別上唔使問啦，而家係睇個新聞都知嘅，因為九龍塘半山嘅物業。咁啊點解半年前先至？而家再報咧，因為當時新聞價值低得好老實。咁而家新聞價值高，即係只要你一言一行啊，李榮漢都備受大家注意。但係呢都唔重要啊，重要咧就係講出佢不為人知嘅一面。咁呢個都有個説法啦。咁我哋分析翻個鄰居主要講啲咩咯？兩夫妻時常鬧交，好明顯就係講李榮漢同三把刀啦。如果夫妻嗰個物業入邊只係得一對夫妻嘅啫，就係李榮漢兩公婆。咁鬧交就冇聽聞喎，咁呢個係比較新，即係反映到佢哋相處就唔係咁融洽啊。呢個反映到三把刀嘅真面目，即係話佢喺屋企嘅時候咧係另一副面孔，而佢夫婦並唔係大家想象中咁和睦，成日都會鬧交。我估應該唔係一次啦，如果一次鄰居唔會咁講，唔會有呢個説法出咗嚟嘅。咁李榮漢日日遊手好閒，咁呢個梗係成立啦。咁李家鼎訪問都講咗啦，即係有一段啊，即係如果大家之前聽翻都點知，就係李家鼎講你兩公婆都唔做嘢，你哋做嘢啦，我老啦，即係我養唔到你哋啊，意思係咁咪唔做嘢，梗係遊手好閒噶。其實我睇翻資料啊，李榮漢咧其實係2011年 TVB 約滿之後，我就睇唔到佢任何工作記錄。即係我真係唔知佢做咗乜，咁係中間2018年就開咗間牛肉麵，就同李榮豪夾份，就係兩兄弟合作啦。不過隨住疫情咧，就喺2020年結業。
咁另外一個咧就係佢喺2016年就參加個立法會選舉，嗰陣時應該係出戰九龍西，就大戰呢個游蕙禎，即係佢嗰啲訪問都係啄住游蕙禎去做。咁結果就係點咧？佢覺得幾百票嘅啫，即係達唔到嗰個門檻。咁佢按金咧都俾沒收咗，即係又係一個一事無成。佢事後仲抱怨嘅當時，即係鼎爺冇撐佢場啊，又冇支持佢啊，各樣啊。咁實在我真係睇唔到佢做過啲乜啊！啊，仲有嘅，去個鼎爺廚房，去個鼎爺廚房咧就做一個掛名助手，就幫個鼎爺。咁啊，鼎爺廣告咧只係做咗幾個月嘅啫。咁當時應該係15,000蚊。咁啊，李榮漢都講咧自己好慳家，仲要搭巴士翻工嘅。咁我真係睇唔到佢做過乜㗎，到而家。如果佢爸爸咁講得，就即係一個無業漢啦。至於飲酒，我覺得係鄰居估，即係估佢講嘢嘅邏輯啊，好大聲啊，個語言入邊帶咗一啲好似唔清醒，係估計佢飲咗酒。你即係只能夠佢聽到啲聲音去估出嚟嘅。咁至於真實係咪飲酒咧，我哋唔知，純粹係估啦，即係等於大吵大鬧啊，鬧交。咁兩個人對答，佢估出嚟。咁可能一把成嘅男聲同女聲，佢估佢係鬧交，真係估嘅咋。佢哋又唔喺現場，點知佢飲咗酒啫？咁應該係脾氣唔好，就話佢發脾氣。咁有邏輯嗰啲說話，跟住係鬧工人。咁鬧工人就其實之前啊李家鼎啲訪問都講過，呢個大仔係脾氣好，有少少燥啊，即係好易爆啊。咁我估計佢哋成家人應該由細到大都好遷就佢，但卻曾聽到有人大聲鬧要斬死佢爸爸。咁如果講得出呢個說話都好不孝。咁但係如果以不孝嚟講，咁多日嘅邏輯又好似成立。咁係咪會講埋出嚟咧？咁你之前都出過，你剪咗我條，即係剪咗佢條脷啊。咁要斬死佢，又真係好似唔係奇怪。我有興趣係想知鄰居點聽到呢番說話咧？即係個邏輯應該係見到李家鼎行間屋，跟住聽到呢番說話，即係吵架啦。跟住就係我斬死你，咁佢估到佢係李家鼎，即係聽到李榮漢把聲講出嚟啦。咁呢個你其實係估嘅啫，即係嗰個對象係估出嚟，應該淨係會講句你。正常人會講咁講嘢嘛？我斬死李家鼎，我斬死爸爸。咁正常只會講句我斬你。所以我真係唔明鄰居點樣估到出嚟。我睇新聞照睇啦，我有啲疑問啫。對於呢個新聞點，我有啲疑問啫。雖然一班鄰居多次報警求助，但警察到場，有人情緒便回復平穩，所以事件不了了之。其實咧，總之夜晚咧，你覺得滋擾，或者日頭你覺得好滋擾，你都去報警。咁警察通常會到場去了解。咁了解完之後，通常即係滋擾方啦，或者噪音嗰方會即刻收斂晒。所以佢話有人情緒便回復穩定，不了了之又正常嘅。咁啊，明顯唔係孤例啦，即係呢個說法。咁到底係咪鄰居刻意去做佢咧？咁就應該唔似啦。因為如果半年前嚟講，佢又唔係新聞人物，又唔係紅星，只不過個居民投訴係想解決問題啊，就唔希望佢唔好再招落去。咁你睇東張西望都大把呢啲公屋又有私樓又有嗰啲投訴，其實做鄰居都好慘。我哋可以睇翻另一個案例嘅，其實咧佢俾鄰居投訴唔係第一次，因為之前咧康宏國際主席黃利文喺個社交平台就發文，因為當時李永漢咧係行俾別墅嚟裝修，就搬咗去呢位先生嘅附近一個單位住。咁佢就投訴佢咧就住咗之後咧好怪，佢話呢位鄰居。咁咧佢就見到呢位鄰居咧，又見到坐輪椅包到冚嘅人出入啦。咁估計嗰個就係思明。咁佢頭2年前遇到一名新鄰居嘅怪行，同對方打招呼冇反應。對方又喺單位門外裝咗後樓梯前裝咗好多攝錄鏡頭，以及後樓梯中啲大量垃圾。咁呢個好明顯，佢就係講緊李榮漢啦。
咁所以如果通常我哋咁睇呢件事，即係如果客觀去睇咧，即係如果一個投訴你可能係特登同佢有啲牙齒印啦。但而家喺呢度講係一單喎，咸碧。咁呢個 location 已經有一單啦。咁上一個 location 咧又有一單。咁通常都應該係事實㗎啦，即係世界上唔會咁多巧合嘅。咁阿李生啊，即係呢個李永漢個為人點咧？咁如果連日報道就應該都好清楚。咁好明顯就係遊手好閒、不務正業嘅人啦。咁其實我都唔明啊，即係佢點樣可以喺一個遊手好閒嘅情況之下咧，就應該好得閒，就搏命生。咁生3個其實都要養啊。咁養嘅責任咪俾邊個咧？俾咗佢老豆。咁啊，老豆而家咧就即係好凄涼啦，我都覺得，所以先話要佢叫佢做翻嘢。但係冇辦法，你睇呢個仔，即係而家睇出嚟砌出佢哋個藍圖，飲酒發脾氣唔使講啊！即係其實如果睇翻藍圖咧，發脾氣咧，就算係楊思琦之前同阿李永漢分手10幾年前咧，都話咗佢脾氣唔好嘅，仲成日恰阿豪仔嘅。呢個咧其實應該就係佢哋本身家族相處嘅邏輯嚟。由細咧咁就冇嘢嘅，咁鬧工人啊，遲啲冇得鬧啦，因為阿鼎爺話會 cut 噶啦。其實呢個人咧，我都覺得好有問題。個人咧，即係成日嘈嘈雜，即係人前人後兩個樣嘅。其實而家佢出親嚟咧，即係如果佢見傳媒嘅時候咧，係一個孝子，就講到好溫文啲語調，咁又唔會好似啲攞返咁爆粗嘅，咁我保持個形象啦。咁但係冇用㗎。冇用，而家啲人就翻出嚟啦，所以呢個世界天網恢恢嘅，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就係咁解咯。就係你有陣時做啲乜嘢，終有一日會爆翻出嚟。即係嗰陣時呢啲冇乜新聞價值啊，即係冇乜人講啊，啲人投訴啊，啲人唔登啦，即係啲苦主。咁但係我哋而家有新聞價值啦，啲人就企翻晒出嚟講翻你啦。不過我覺得好遺憾嘅就係咸碧咸碧別墅嗰啲住客，其實係好應該企出嚟講翻清楚到底點發生啲事。等人哋再睇清楚呢個衰仔嘅真面目，而呢啲鄰居嘅投訴入邊咧，最清晰嘅就係鼎爺成日出現，咁啊話見到鼎爺出現啦，咁鼎爺出現梗係嚟探思明啦、見孫啦，咁但係我就諗唔明啦，佢叫文中青年組就係俾家用，咁佢又點知鼎爺行入去俾家用？唔通鼎爺行咗入去，嗱見到鼎爺下去啦，咁鼎爺好大聲咁講：我嚟俾家用。我嚟俾家用，咁樣等全世界都知咩？咁呢個真係純屬估計啊！咁同埋俾家用，如果佢喺度鼎爺講到話5-6萬一個月嘅個數得啦，使咩要特登攞上去咧？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估計就應該唔成立嘅。但係你話去見孫探思明咧，我就覺得100%成立嘅。呢個老人家都好有心啊，即係成日都掛住呢頭家，咁掛還掛，但係就扶植咗個咁嘅，啲人叫佢廢青，我覺得真係唔係廢青，佢係廢中，因為咧5月18號啦，5月18號之後佢係46歲，46歲都仲講緊冇嘢做，仲要養3個細路，仲要有工人用，亦仲要住大宅，我係佢都唔好意思啦，即係應該一早出嚟做翻嘢啦，做乜都好。個老豆其實係好有心噶，你睇2018年啦，即係佢最揾到錢嘅時候，佢16年大紅，已經好鼓勵佢哋同佢哋叫即係開一間牛肉麵館，目的係咩啫？目的就等你有嘢做啫嘛。阿李永豪不嬲都有嘢做噶啦，做李小豪，即係做愛回家開心速遞，大家睇到噶嘛。咁仲做漂移。有嘢做就得，有陣時個爸爸好簡單嘅啫，佢唔望你大富大貴咁大壓力，咁你大富大貴梗係開心啦，但係希望你正正常常有份嘢做啊，咁你正式係廢中，成個樣咧肥肥地嘅，養到肥晒啦，即係肥媽講得啱噶，其實你唔好俾錢佢咯，唔好俾錢佢，等學校自己獨立咯。其實你睇到佢嗰個邏輯㗎，佢個邏輯係咩咧？佢講個喪禮啦，即係佢話全部都係佢俾錢啦。李永豪同李家定不嬲都冇俾錢，咁個邏輯咪取一個細路仔咯。即係你好似爸爸俾錢個細路仔咁，嗰時我哋點教啲仔女啊？即係或者你爸爸點教你？嗱，呢100蚊俾你㗎啦，咁你自己就住用，
你自己諗辦法啦。咁呢啲錢就係你㗎，所以佢爸爸俾啲錢佢，咪覺得啲錢係自己嘅咯。所以個喪禮點搞又覺得係自己俾錢搞嘅咯。呢個邏輯就非常簡單啦，即係一個大 BB， 一個46歲嘅大 BB， 仲要好燥嘅。而家唔係人哋，即係而家唔係我哋就咁講嚟，係你啲鄰居，唔止一次嘅鄰居。咸碧別墅係一次鄰居，上一次搬去九龍塘另一間屋，即係裝修期間短暫，又係另一個鄰居。你唔係一個咁嘅人，人哋就唔會夾埋咁去講你，咁你嘅面貌咪呈現到出嚟咯。呢段新聞咧有一個問題嘅，就係揾唔到呢個核實方，即係你睇唔到嗰個鄰居嘅回應。咁我就會當一個說法去睇啦。有陣時我都想知道大家睇完之後有咩諗法，覺得真唔真，假唔假？歡迎大家留言俾我啦。我係新新，今日講到呢度，多謝大家。